你干嘛求他呀？快点，告诉他我到底来要啥！别怕，有我呢。我李茂春，这全部的家当都是你的，你饶了我们吧！我不要，我就那样东西，我到底要啥来了？你干嘛求他呀？春，我没有耐心了，我的。师傅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去找个地方疗伤。不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力量来自人间，一定是降龙在凡间施法，犯了大忌。没想到他在李茂春家遇见了魔天和青白两狐，大战一场，被魔天暗算。那降龙如果再度施法，恐怕这西天就要塌了呀！大事莫有担心，我这就收了他的法力。老爷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，以谢佛祖佑佐。就叫李修缘吧。修缘啊，好名字呀！李修缘。哎呦！众生莫慌。哎呦！菩萨显灵啊！皇子赵伯从忠心为国，一片赤诚。那灵隐寺方丈慧远、和尚道济，乃我佛门中人，一心向佛，从未为恶。民女杨清雪为父寻找失物，也在情理之中。制造假印玺之事，并非他们所为。我愿为他们作证，请皇帝饶恕他们吧。菩萨显灵，菩萨，小的有一事相求。为了我大宋江山后继有人，菩萨可否赐我一个儿子？那就继续让道济为你念经祈求，可你自己也要一心为善才是。哦，是，一定以身为善，一定为善。降龙尊者，还不快快出来见我！菩萨，伏虎，我正想操纵那道济，你说关键时刻你们把我计划全打乱了。降龙，菩萨和我是来帮你的，帮倒忙那是。降龙，休得无礼！若不是我等前来，你一会儿该如何收场？这还不简单，直接救了他们不就得了吗？你没听那奸臣秦相已经给你扣上了鬼神幻术的帽子，如此下去，你降龙在人间是魔不是佛。降龙尊者，你要尽早悬壶济世，扶助明君登基，不枉费佛祖对你的厚望。我佛如来说过，只有靠你的善心，才有胜算的几率。感化这事儿是您菩萨在行才对啊，我吧，我不必多言。伏虎尊者在。不，我怎么变了？观音菩萨，我不想当他的法器，我。二胡子，跑什么呀？菩萨的话你敢不听啊？啊！我知道你们各有各的主意，各有各的思想，可现在佛难当头，
需要你兄弟俩齐心协力。此番历练，善莫大焉，好自为之吧。道具，你这是？哟，哇，对吧？不就是个南瓜吗？哎，可以放酒啊，这个。哎，哇，好看吗，清雪？哎呀，漂亮，太漂亮了，师傅，这才尤其最后那亮相，这玩意儿你看的是袈裟，你看啥玩意儿呢？是不是我的魅力大过袈裟把你吸引了？哦，师傅，这袈裟，你说啥玩意儿？你说，你再说一遍。啊，对，方丈，你抖点心。方丈，这袈裟太漂亮了，这下不愧是500两银子的袈裟。看这做工啊，全是金线的，太好了。慧远方丈那个袈裟才5两银子，您这个一件顶他100个呢。500两算啥呀？人家上面拿的才是大头。你瞅啥呢？这上面不是那个上面，这回咋那么走心呢？上面是丞相，丞相那才是家财万贯。那家里的哪一样东西不比我这袈裟值钱呢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丞相那个历史，这啥呀？哦，我没说是吗？嗯。丞相那个历史，我直接明白。穿上这袈裟，我就是方丈。您就是方丈。哎呀，以后我愿意干啥就干啥，想几点睡就几点睡，想几点起就几点起。小慧儿她就再也管不了我了，她已经命归西天了。从此之后，这个灵隐寺就是你我2人了。来，上！跟上！我就了！哎，你别走啊，咱们商量商量啊。那老话说得好，买卖不成仁义在。你不是也说了吗？那天的话你都听见了，咱们好好聊聊，研究研究这段离奇的姻缘。道济，你昨天说的话我没听清楚。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，碧鹏是属鸡的，你们俩一龙一凤，天生一对儿。哎，不是，他说的没错，我是属鸡的。不是这玩意儿属鸡不属鸡，碍你哪儿疼了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别到外边找鸡了，我就是鸡。好，你就是鸡啊！我这就准备葱姜蒜，我就把你炖了吃了啊！阿弥陀佛，道济，哎，无论如何，减肥吧。那别吃鸡了，师傅说的对。穿着这件袈裟，我心里就充满了奋斗的力量。可惜呀，原来我只敢在屋里穿着它。我可以天天穿着它，我出去遛弯，我出去兜风，我出去泡啥？泡茶。我跟你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要天天晚上穿着它睡觉觉。
啊，师傅，不是，方丈，你穿这么厚的袈裟睡觉，你不怕起痱子？少见多怪的。这不是看见这金丝了吗？这每一条金丝不止值钱，而且它都对应我身上的每一条经络血脉。等于说我一睡觉，哎，我穿它睡觉，我就等于是在给自己按摩，我可以延年益寿。啊，功能袈裟。等我把身体养好了，哎，我就可以天天泡茶。师傅，哎，你看，你穿上这袈裟，比他有派，比他精神，真的。气死你，小胖墩儿！哎，衣服比你好看，我还比你瘦。光亮监测，你叫我什么玩意儿？光亮监测。哦，没事，说。方丈让你去一下。小慧啊？是慧远方丈。好。坏了！你说这方丈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不是说今天砍头的吗？那可能砍完脑袋就回来了呗。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吗？你是人呐。人有几个头？一个。那砍完脑袋他还能回来？不能。你能啊？我咋就能呢？你那脑袋砍不砍都一样。反正我能回来。方丈，进来。方丈，光亮，哎，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说，是不是你与那秦相通风报信，让他来抓我们的？方丈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可能找人来抓您呢？我对您那可是忠心耿耿啊！方丈，我有证人，我有证人，明白？哎，来了，明白，明白什么？你明白？跪呀！快，告诉方丈，秦丞相来那天晚上我到底在哪儿？实话实说，快，实话实说。真说实话，掺一点假，我弄死你！快说！回禀方丈，监寺一直在僧房里施袈裟。好，我就相信你没有出事。不过光亮，你要记住，要与人为善。俗话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是，我平时我也一直监督了自己，我就放生啊，念经啊，帮方丈施袈裟呀。方丈让我撤了。明白，一直施袈裟。哎呀，道济，你干嘛呢？你快下来！这我晾菜的，你搬进来挑，你快下来。晒菜就可惜了啊！你快下来，你别闹了，快！来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，你给他做了？那当然了。哎呀，喂猪没有必要这么奢侈吧？粗茶淡饭就可以了。这哪是给他吃的呀？这家伙身上暖和，我把这些鸡蛋放里边，就可以孵出小鸡来了。好聪明啊你！干什么？啊，别动着它啊！哎，真好玩。哟，还真是个好东西。你才是个东西呢！哎呦，这葫芦还会说话呀！别怕，有我的，别怕，扶着我！哎呦，龙哥，扶着我！能蹦出来个人，这，别怕，葫芦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
我是西天的伏虎尊者。这是伏虎尊者，小名叫葫芦娃。瞧你这身穿的，丢人！啊，这还丢人？这是观音菩萨给我的。我知道，我还知道你不知道的呢。什么我不知道？就说你这身衣服吧，是如来他老人家在人间修行时候穿过的。这是我佛如来的衣服。哎，那这双鞋呢？鞋也是啊，而且绝对是真货。哎呦，我佛如来，这太让我敬佩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佛祖为普度众生，走遍天下，脚都肿了。哎呀，看来我们要好好修行啊！还有你那顶蓝光帽戴上之后有2个功能，一则可以隐身，二则可以救命。试试，还可以隐身的，想不想试试啊？哎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呦，道具，道具，道具，哎，道具呢？道具，哎，道具，这道具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呦，哎呦喂，这神了嘿！你刚才都消失了，刚才消失了，消失了，哪儿都没有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。哎呀，看起来机会总是留给这些有准备的人。哎，你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救命是怎么回事？想知道？你先知道。自己的东西自己琢磨着用呗，问我干嘛？你这2句话的事你就告诉我了啊？是吗？我累了。这神仙的身体不行啊，这才说几句话就累了。这神了！哎呀，给我！哎，来日方长啊！这看什么看？有的是机会啊！上面走了，饿了，做饭去。哎呀，我还没缓过劲，这做饭去，快去，快！太神了，这也！哎呀，好了，饿了。哎，我也有神了！来，你有什么东西啊？给你看看，过来。怎么样啊？再热的天儿，这些瓜果蔬菜放里边都不会坏。你太聪明了。可是夏天哪里去弄冰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啊！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就从河里把冰取出来，放在地窖里边藏好，然后等它化了再把它放进去。怎么样？有你的！哎呀，这么好的东西啊！哎，我给它起个名字。哎，好，冻香。好名字！哎，冻香，哎，不错。还有这边，来，过来。还有啊，给你看这个。哎。看见没有？我跟你说啊，我炒菜的时候有油烟嘛，这一转起来，油烟就从这儿给吸走了。怎么样？我给它起个名字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排烟扇。排烟扇，哎，好名字！哎，你真是个文化人啊！哎，还有这个，你给我来看。水从这儿过来，再到这儿，再到这儿，然后就到了这个缸里，我可以在这儿洗菜了。这个想的太周到了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水自来。哎，好，道具。来，你尝尝这个。好，有东西喝呀？哎，你等会儿。我是个发明家，你就是个冠名家，怎么样？好，哎，你尝尝，这干嘛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看你平时拿碗喝啊，这喝一半漏一半，对吧？你拿这个管，你吸，通的。哎，对呀，你吸，怎么样？一滴不会漏。香香甜甜的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那天啊，我把茶倒到牛奶里边，就出了这个味儿，可以吧？我给它起个名字啊。茶奶，好名字，茶奶，哎，还好记。好了，你老喝这个也不扛饿，做饭吧。有菜，你点，随便点。我吃肉。吃肉，这是素厨房，你哪来弄肉啊？没有肉叫什么吃饭呢？这样吧，我给你炒一个不带肉的肉菜。不带肉的肉菜啊？什么？油焖茭白。肉呢？这儿呢，肉手。行。
当银400两。是谁呢？哎呀，快让开点，让开，这么多人呢。我这去你个老舅！监司前辈，当票撕破了就绝当了。什么是绝当？绝当就是再也赎不回来了。赶快处理一下，快处理一下。明白。哎，这站好了。我问你们啊，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把监司价值500两银子的袈裟拿去给当了？说什么玩意儿？我又咋的了？不弄我死你吗？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，你！那什么啊，那个赶快，你们几个人把这个门板卸下来，抬到账簿去。我把我那个500……哦，没事，干活。别去那儿，你去，赶紧稳当点啊！真急，待会儿我停就停，我走，好不好？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次出来得低调，好不好？有点精神都抬，腰板挺直了，老百姓都看着。这是要去往何处啊？啊，那个刚吃完饭，摆不走，出来溜弯。这门如此眼熟啊！哎呀，施主好眼力呀！这正是我们灵隐寺的山门呐。哎，这门还闭不上你的嘴巴。开着门出来溜达，监司雅兴，好雅兴啊！不是，这山门也怪不容易的，我抬他出来透口气儿，长长见识。那为什么只有一扇，另一扇呢？另一扇就不用抬了嘛，等回去以后，这一扇讲给那一扇听嘛。灵隐寺果然有灵气，门都会说话。施主有所不知啊，我们灵隐寺的山门是一对儿，抬母的出来转一圈，母的回去给公的讲。能不能闭嘴？能不能闭上你的嘴？能不能？我这不是顺着你的话打圆场啊！你打圆了吗？你？没事啊，没事，走，快点走，没事，该上班啊！哎，太好了，施主啊，回殿，施主啊，多行善啊，来世当方丈，普度众生啊！稍微让一下，你说啊，让一下就行了，好，快点，行，就搁那儿。慢点啊！慢点，立起来。林远，快，进去问，要不然找个人出来看看。是。哎呀，行了，别看了，今天不念经啊，都散了吧。你们几个站好了，注意寺庙形象。来，看。本店不收门板上的当票，你们还是想办法把它给撕下来吧。这咋撕啊？这呀，你撕一个我看看。和尚，对不住了，是你们当的，不是我当的。是我的袈裟，不是我当的，明白不？你一个监司做袈裟干嘛？你这不废话？监司做袈裟，那肯定是想当方丈呗。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儿，你那个什么，哎呀，一句话，袈裟你给不给？对不起，没这个权利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还想不想做买卖了？我今天来我就是要袈裟了，你知道吗？行，我跟你说不着，把你们老板叫来，快点。你上级，你领导，好吧？老板娘在不在？哎，这玩意儿怎么了？抬着门板来换袈裟。哎呦，这是灵隐寺广亮大和尚。哎呀，这怎么了？这个也不知道哪个混蛋把我们监司的袈裟给偷出来当了，这不当票还在这儿呢吗？赶紧把袈裟还给我们吧。这个不好办呐。哎，这么的吧，您把这门留下。这不就完了吗？门怎么能留下呢？佛门哪能一日无主啊？寺庙不能一日没门。那我就没办法了，我也没办法跟当户交代。你是赎当可以，当票收回，银子拿来，袈裟给您，对吧？咱得按规矩办。怎么你还要银子？啊，对呀，这明明白白写的清楚，袈裟一件，当银400两。对吧？不是你们这不是讹账吗？那怎么能要400两？我说你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啊？人家说的对，咱们想把袈裟要回来，可不就得给人家银子吗？偷你袈裟那个，把袈裟拿出来，拿到他这儿当了400两银子。咱想拿回袈裟，可不就得给人家400两银子吗？这账对。算这么清楚呢？我明白这个。那你搁这儿上班呗？哎，我说和尚，我有个办法。你雇一个木匠，把贴在门上的当票，还有这个木头，一起给它抽出来，
扣，扣。400两，又花了我400两。哎呀，恭喜监事啊！您的袈裟现在价值800两，升值了。林远啊，能不能让我把你嘴给封上？你能不能让我把你能不能让我把你嘴给封上？能不能？不是，你过来，给我过来。监事，你听我说，你要是把我嘴封起来了，谁管你叫方丈？啊，也是哈。我必须得查出来，我必须查出来这事儿是谁办的，我得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呀，监事，这家跟开个窗户似的，看着挺敞亮啊。敞你个头啊！你就不能动你那脑瓜想一想吗？这山门上开个破洞，这家伙这又不卖票，干什么玩意儿？让小辉知道了，不又得骂我呀？你们都笑什么笑？赶快帮我想想办法，该怎么办？不是监事，你知道我最怕动脑子，你让我动脑子，你还不如杀了我。你说，就你们这一个个，我还是指你们干什么啊？什么事都能靠我自己，太孤单了。明白。你明白什么？明白啊。和尚的孤单，你明白吗？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就是孤单。啊，就是不让老叽叽喳喳的，是这意思不？50万两。哎，我有主意了。小二，来哥，这儿，哥哥，装10坛酒。这么小的葫芦，最多装1坛酒。和尚，你还是在这里喝足了吧，免得带回去啊被人发现你偷喝酒。这葫芦能装20坛，不信这试。哎，你不好好拜佛念经，就会吹牛。你先把银两结了，我再与你装酒。这是我挂账的银票，我也不跟你细算了，你保证我每天吃好喝好就行。哎，400两。对。哎，对了，这贵司的道济师傅倒是很与众不同嘛。观音菩萨还特意对圣上说，让道济师傅念求子经，帮圣上求亲子嗣，相当于颁给了道济师傅一块免死金牌啊。道济这个人吧，厉害倒是厉害，可是整天疯疯癫癫的，调皮捣蛋倒是在行。哎，嘿嘿，道济，背后说人坏话，下辈子是要变炖猪肉的哟。坐，哎，王爷坐。哎呀，坐。哎，您坐吧，您坐吧。坐。我有洁癖，哎呀，这丞相和福王造个假印出来诬陷我，这说明那个真印还在他们手上呀。献王殿下所言极是啊。王爷、叔爷爷，拿不到真印，就无法告慰我爹的在天之灵。清雪在这儿求二位了，只要能拿到真印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真的？真的。
做什么都行。道济啊，干什么？热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这么大的姑娘，说话要留神，不能逮什么许什么。求人不如求己，求己不如求道济。方丈这，那你说怎么办？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你说这么多干嘛？先安慰一下嘛，是吧？清雪姑娘，你先不要着急。不瞒各位，本王已经派了一个心腹入住那秦相府。哦，印玺很有可能就在秦相府。因那假印为秦相所制。我兄福王虽然急于当上太子，但是他人心思简单，应该想不出如此歹毒的计谋。那老贼一定是借印玺的神力，想谋权篡位。方丈，道济师傅，如果不及时阻止的话，恐怕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可经历了此番事件，那秦相更是百般警惕了。咱们想拿回印玺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那可怎么办？找印是太难了，就应该让印自己跑出来。怎么跑出来？笨。到手的鸭子都飞走了。父王殿下，您就别愁了。您看这只鸭子飞不了，我都给您夹好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滚！下！烦死了！哎呀，父王殿下不必如此焦虑啊，反正又没失去什么。此路不通，我们另辟他径。哎，怎么样？啊，一边一个。监司，这两幅贴上，保准万无一失。您这主意太高了。可凑合啊！太行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到底能是谁偷的呢？监司，要不咱们赌一把咋样？什么赌？你看啊，干什么玩意儿？干啥？你看，这现在是不是一人没有？谁要是第一个出现在咱们的视线里，谁就是小偷。咋样？你这赌法挺新鲜的。试试呗。试试吗？试一试啊！出来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是小偷吗？那是信王。第二个是。第二个那是方丈，自个儿偷自个儿啊。第三个准是。那丫头片子能是小偷？后边肯定是。你那智商都干什么玩意儿了？来了，快走！我要再行你的，我得被你害死。这真来了，你看。快走，快点走，快一点。王爷，就拜托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方丈、道济，那本王先告辞了。王爷告辞。王爷，我送你吧。这送什么送？一大老爷们儿，还有人劫色吗？那我也去啊！哎，我送我。道济，你在这照顾方丈就好，我送就回。不，道济啊，你就不必多劳了，清雪姑娘一个人送我就可以了。别，你送她，谁送你回来？是不是？你这道很远，我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我又不会出什么事儿。王爷，就拜托你了。哎，对了，方丈、道济，那本王先告辞了。王爷告辞。王爷，我送你吧。这送什么送？一大老爷们儿，还有人劫色吗？那我也去啊！哎，我送我。道济，你在这照顾方丈就好，我送就回。不，道济啊，你就不必多劳了，清雪姑娘一个人送我就可以了。别，你送她，谁送你回来？是不是？你这道很远，我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我又不会出什么事儿。对呀，道济，本王向你保证，清雪姑娘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哎，不是我。好了，方丈，我们走了。哎，王爷告辞。不是，哎，你看，
我送送，不是道济啊，你我该回了。哎呀，新雪，刚才你送我出来，那道济好像看上去还有点不高兴呢。那我送王爷出来，王爷你高兴吗？我当然高兴了。新雪啊，那天在行刑之前，道济跟你说过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道济的话，王爷的话，清雪都记在心里了。我会好好报答道济的。那王爷愿意和我一起报答吗？一起报答？堂堂一个王爷，这都听不懂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天色已晚，快点赶路吧，快！这。哎，这什么时候贴两个门神啊？胡说，这不是门神，这是我佛如来。好好的山门，为何贴上这两幅佛像？的确像门神，不合我佛规矩，撕掉。啊不，哎，方丈这不能撕啊！你贴上的时候老费劲了，你这撕，你再说你撕，你一不小心刮把那佛像给撕烂了，你那对佛祖多大的不敬啊，是吧？对。哎呀，你瞅那佛像，哎呀我才发现，哎方丈你快看，你看那佛祖像谁？你有没有瞅见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？你脸上还没长面条的时候。我是我。对，那个更像那个，是吧？那家简直就是佛祖临凡呐！哎呀，赶紧跪倒祈福吧！是我这拿香去啊！快头！我去搂。大胆明媛，休得胡言啊！当心我找人打你20佛杖，看你还敢不敢乱说！拍马屁啊，要拍在马的屁股上才会觉得舒服，拍在马腿上后果不堪设想哦。我有点过了。是你这稍微过了。哎，不，监司机！大胆着急！这山门如何变成这样？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谁？找你那个，给我过来！哎，你们几个过来！那谁？山门上杵了个洞，是不是你们干的？说是不是你们干的？说是谁干的？我就想知道谁干的。不是我呀，不是你是我呀，也不是你。你看不是我们。方丈，我知道谁干的，快说来。就是广亮和明媛干的。我跟你说，道济你别血口喷人啊！你就别瞎白话。明媛，是不是你与你师父干的？快说来，我恕你无罪。是监视？不是，他是那什么？他是那个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是他俩干的不假，事出有因，只因咱这山门呐被老鼠咬坏了。广亮和明媛为了保持美观，亲自扛着门板去找木匠去修补，只能做成这种形状才能好看。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呀，就这么回事儿啊！我这那啥，我刚才没好意思说方丈，这我就怕你着急上火，我就瞒着你把这事给办了，你别上火。如此看来，是错怪你们了。我没事，你下回注意就行。只是这老鼠为何不啃门下，而是从中间凿出一个洞来？啊，他那什么那块木头好吃呗？是的，也许是那块木质它不太一样，它可能咸了吧唧带味儿。老鼠，哟，师傅，那就得亲自问老鼠了。哎，对，问老鼠。老鼠知道。道济，你随我来。是。哎，师傅，问老鼠。老鼠知道吗？没我事儿啊。监司，这次咱得谢谢道济，要不然咱俩就一败涂地了，真的。你向那边找去，那边快走，快去！
我跟你说，刚才方丈逼问你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准备把为师给供出来？没有，剑四，绝对没有。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呐。那道济刚才要是不解围，你道会怎么说？我这。 快点想，别寻思，快点，快说，回答我，上哪儿去？给我站着，给我站着！赶快想，没有时间了啊！快点回答，快点！就说山门让狗啃了，你给我滚！我根本跟你说过别再提狗，说没说过？是不是说过7次？说过。我再送你1次，别再说了啊！明白。那就说山门让猪拱了。 行不？行就行呗，那么大动静干啥呀？欣赏你呗。多谢剑四。赵继，赵继啊，明里是来帮我，其实是在损我们。还老鼠，我这是老鼠我也得克死你，我克不死你，我弄死你！ 剑四，我觉着你有点不讲究。那人家道济说是山门让老鼠给克了，那是帮咱们呢。咱们怎么能说自己是老鼠？这不恩将仇报吗？不好。我耐着性子跟你解释一下啊。山门上那个洞是谁弄的？你呀？你？那就算是我，那也是咱俩一起。是。赵继说，山门上那个洞被老鼠啃了。那站在我们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，啥意思呢？山门是被我们给啃了，我们就是老鼠。解释清楚了吗，哥？明白了，彻底明白了。道济太坏了，骂人都不带脏字儿。不对。这道济成天喝酒吃肉的，他哪来的银两？对呀。剑四，要不明天我去酒馆看看？就这句是人话呀。现在就去。明白。道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我忘了说了，这是一只没有长大的小猪，它叫香香，香香叫方丈，叫人呐。阿弥陀佛，佛门圣地怎可养猪？师傅，他一不叫唤，二不闹腾，又没有干扰佛门的清修，何罪之有啊？可它是一只动物啊！哎呦，让您说的了，人就不是动物吗？天下众生都能烧香求佛，猪要学好怎么就不可以啊？真是的。可你养猪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口福，名不正言不顺呐。师傅，你这一句话就戳到我的心里边了。阿弥陀佛，你不知道，我曾经无意中吃了香香的父亲，使他成了可怜的孤儿，所以我有义务把他抚养成猪。苍天在上，佛祖圣明啊！阿弥陀佛，道济，你天天喝酒吃肉，却与猪结缘。不过寺庙里是不能养猪的。你为了还你自己的罪孽，老衲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。师傅，你这是答应了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你现在不为皇上求字诵经了，所以必须要遵我佛门之规，戒酒戒肉。师傅，为什么呀？我们佛家奉行不杀生，不饮酒。这天地良心，我没杀生啊！可你吃的那肉，不是屠夫宰杀了牲畜才做得出来的吗？师傅，您这可是抬杠了啊！你不能因为我一个人，天下人都不吃肉啊，是吧，香香？所以我们要传道嘛，传播我们佛家的理念，让天下的人都不吃肉，也就没有杀生了嘛。那首先呢，要以身作则。你吃肉，怎么能说服别人不吃肉呢？师傅，您这个就有点错上加错了。弱肉强食那是自然法则呀。豺狼虎豹哪个吃韭菜香蕉啊？话又说回来了，豺狼虎豹都死绝了，那什么鹿啊、马呀、羊啊，不就成灾了吗？
您怎么糊涂啊？我这是度化万生啊！我吃一只鸡就度化一只鸡，我吃一只鸭就度化一只鸭。苍天在上，佛祖证明。佛祖，你劝他吧，佛祖啊！满嘴的胡言！你，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说的都错，但是不得给一个改过的机会吗？是不是？我以后啊就学好了，我从不吃猪开始，好吧？哎，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饮酒也是我们佛家的禁忌。哎呀，师傅好酒量啊，一下就闻出来了啊！这个酒葫芦嘛，它可不一般。什么？你问佛祖啊！道济，休得胡言！不是，你想啊，行刑的那一天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这是菩萨给的。不管是葫芦从哪来的，你都不能带着，马上把它给我。不是师傅，你这佛祖你道济，给我！你拦着点他抢东西！佛祖，道济，佛祖，你走到哪儿了？佛祖，来，你不是，葫芦，快说，菩萨叫你来，是不是让你听我的话呀？他还不听话，来过来吧你。这回就行了，啊，师傅，放心了吧？道济，既然你有这般能耐，还不快把那无字军印给找出来呀？您看，您又着急了，时机一到，无字军印自己就会出来，放心吧啊！香香，跟爷爷再见。哦，道济，道济。哎呦，嘿，又来两个和尚，酒肉伺候着喽。瞎说啥呢？我问你啊，我们灵隐寺的道济是不是经常在你这儿来买酒吃肉啊？哎呀，客官，这方圆几十里就我这一家小酒馆，他呀自然在这里吃吃喝喝。监司大人，你不是也在我这里买过酒肉吗？哎呀，监司你也来过呀？我来过吗？我哪知道啊？我当然来过了，我得给他买呀，他成天吃那么多，是不是宝贝儿？哎呀，我呢只管做我自己的买卖，至于随吃随喝，我也管不着人家是吧？那啥啊，在你那儿造了那么多，把那个赊账那个账单拿来我看一眼。你赊账的账单我早就给你捋好了，我这就给你取去。回来。什么我不是要我的账单？你道济，他自个儿来的时候，他不带我，在你那儿又吃又喝，赊账的那个账单拿来我看一眼。赊账？怎么可能呢？人家可是大财主。看见没有？没跑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道济他下次再来的时候，你让他把我赊账那个账单全给结了，听见没有？那是我的钱，记住了啊！哦。哎，监司，你到底吃没吃啊？吃了500两家常，你猪脑子你！吃就吃呗，打我干啥玩意儿啊？这两个人400两，我的家常值500两，他道济400两就给我当了。那人家还得挣钱呢呀，不能说你值500两，人就给你500两。哎，现在挺聪明呗，啊？那他不会好好跟人商量，他不能多当点吗？你咋商量啊？480两，450两，400两，成交。得，还是400两。400两银子啊，就挂账在那么起一个小酒馆里。那小破酒馆我太熟了，他得吃多少菜才能吃回来啊？啊，宫保鸡丁、水煮鱼、水晶肘子、麻辣虾，再加个那个什么玩意儿大闸蟹，那也不到1两银子呀。监司，不是400两，是800两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忘了？咱们熟档还有400两呢。我的妈呀！我说啥这口气咱们得出来呀！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忍不了，必须弄死他！啊，包子不露馅，他当我是馒头啊？秃子不长毛，他当我是和尚吗？不能让他拿你当馒头。什么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给我闭嘴！我跟你说，以后我刚说完一句成语，你别在后面接啊，显得你比我……哎，你明白就得。明白。我整这点词儿容易吗？啊，多行不义自毙，多行不义自毙别，多行。
奇了怪了，这刚摘的菜怎么就馊了呢？行，这倒计，哎呀，别乱扔了，你干嘛呀？这是？啊？你这人平时大大咧咧的，睡个觉在那藏着掖着的，我又不是个女的。哼，我呀，不怕男的，不怕女的，就怕你这样的。有本事你出来，有本事你进来。你，哎呀，道济呀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缺陷呀？啊，你才有缺陷呢，你有的我都有，你没有的我也有。嗯，什么意思？难道我缺什么？缺心眼儿？你骂我？你信不信我？站住！我杀了你啊！我打死你吃肉啊！你要疯啊！我最讨厌别人。这！你是不是人？哎呀，真没劲！啊！我睡，真没劲！这！我最讨厌别人掀我的被子了，羞耻！哎，睡，打人休息。哎，我怎么不曾听说我家相爷认识你这么个疯和尚，还灵隐寺的？我们就灵隐寺的，如假包换。不像，灵隐寺有你们俩这么胖的和尚，尤其是你，这身肥膘，一看就不是吃素的。兄弟好眼神啊，一下就看出来我是吃肉的啊。不过有一件事你可没看出来。什么事啊？我跟你家相爷一见钟情。是谁呀？和我们家相爷一见钟情？哎呦，道济看见没？这才是吃肉的。一个胖和尚，殿下，难道咱们家相爷口味变了？这不是灵隐寺的2位和尚吗？来我这有何贵干呀？啊，来找你们家秦相。小和尚，别没大没小的，这里可不是你们灵隐寺。这不是灵隐寺，也轮不上一个女人说话。殿下，说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全天下的家里边都男人说了算，但是这秦相府，就是本长公主说了算，一言九鼎，无人能驳。合着是个妻管严呐。既然知道我们秦相府的规矩，那说说你们为何来此？实话告诉你，长公主让你们见谁，你们才能见谁。长公主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吧，灵隐寺有个女人，跟相爷的关系不一般。我们来是有点私密的事儿要说。女子？什么女子啊？嘿，这个老东西，他居然敢在寺庙里养女人，还弄俩和尚来拉皮条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殿下，今晚莫急，捉奸要在床，证据最重要。证据？对，证据最重要。啊！哎呀，2位高僧，丞相已经在殿内等待多时了，请。好，谢谢殿下啊，请。我道济，你真有办法呀！哎呦，小叶，把家法房给我准备好了。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是佛也非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红尘眼中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有莲花锁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度魔也度佛。道济师傅果然是酒量超群，饭量过人。那个菜呢？莫急，厨房正在准备。可是，这吃喝差不多了，你到老夫这儿来，还有何贵干呢？灵隐寺得了一块印，谁想到是个假的，差点把我们脑袋都要了。我就想，哪怕是真的不要紧，那也得在秦相府啊。
师傅可真是喝多了，开玩笑啊！老夫这哪有什么印呢？这我就放心了。道济，道济，我在这儿呢。你给我出来！你跑到老夫的棺材，不是，床榻了去做什么？出来！吃饱了喝足了，我得睡会儿啊。哎呀，要是睡过去了，我就直接见如来佛祖了。不，还有卧房，不必在此，快出来吧！啊，不让我睡啊？是，赶紧出来。那我回去，我走不动道，我这鞋太大了。这老夫送你回去还不可以吗？我这脑袋怕受风，你让轿到门口来行不行啊？哎呦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快出来！答应不答应？来人，备轿！长公主，快，他们走了，还是八抬大轿。这个老东西还挺急的，走，追！去找你呢，没想到你就来了。你找老夫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把皇上的密旨啊，瞒着赵姬给偷出来了，然后替您烧掉了。大人，天下之大，大不过你缺的这块心眼儿啊！皇上的密旨那是可以私烧的嘛，甭问呢。这就是秦丞相主使的，都听到了没有啊？听见了，非常清楚。少帝，什么是你？你把秦丞相害惨喽！哎呀，赵兄，你给我果然一次机会，饶了我好不好？哎，你听话吗？我听，干啥都行。一会儿长公主来，若问灵隐寺有没有女人，只许说有，不许说无。长公主。女人，还有，长公主如果再问，女人在哪儿啊？具体情况啊，一个字儿都不许说。好，我不知道。大姐，我太佩服你了。佩服我什么呀？你料事如神，神机妙算。你还有什么词儿？哎呀，可以了，一看就没上过学。哎，不就想夸我吗？低调啊！不过太结恨了。哎，但是长公主要知道你骗了她，肯定会来找你。我骗她了吗？你没骗他吗？哎呀，秀吗？你来了秀！哎呦，你至于吗？你没见过我呀？啊，不，您不喜欢我这么热情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废话了。刚才从那轿子里下来的是和尚吗？啊，是和尚，是赵济。广亮，哎，我问你，这灵隐寺是不是有个女人呀？啊，是有个女的。那她在哪儿啊？哎呀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不是说这灵隐寺里有个女人吗？是，我是说的有个女人，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。长公主，她当我们傻呢。广亮啊，我再问你一遍，那个女人到底在哪儿？不是我知道有个女人，但我不知道她在哪儿。你说这小玉，掌嘴。是，殿下。哎，怎么着？哎，等会儿。不是，我真不知道。你这玩意儿。啊！他不知道啊！救吧，你救吧，救救我！南无阿弥陀佛，我是佛也非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红尘人中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我心有莲花座。那和尚，你不是说这灵隐寺有个女人吗？女人呢？看还看不出来吗？这是灵隐寺唯一的女人。是她？你就是秦相的女人？哎呀，你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偏爱当小的啊？谁小的呀？哎，我要是小的，你什么呀？道姐，他谁呀？秦相府的母老虎。你说什么？长公主。狐狸精！谁狐狸精啊？
今天我要替天行道，降妖除恶。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我是狐狸精，你别闹紧，你听我说，还好说。今天我谁都不看我，谁都不看我。别走啊！追进来！哎呦，不走！哎呀，不是，打的是我！哎呦喂！行吧，行了，住手！谁打了我一下？谁打了我一下？刚才？啊！我问你，她是不是秦相的女人？我问你，你凭什么骂我？谁说她是秦相的女人了？你敢骗我？我没骗你呀！你不是说秦相有女人吗？那也没说她就是那个女人呐。就是，她不是啊，不是啊。这个老东西，你让我抓着她，我要抓住她，我就把她碎尸万段。包饺子，真的不是她。不是。别笑。哎呦，好感动。老季，哎，他凭什么说我？凭什么说我是小的？行。我要找他报仇！哎呀，行，别去，哎呀，行了。魔尊，都过了这么久了，可白白的病情怎么还是毫无起色啊？他若不是在这摩天洞里，早已经一命呜呼了。你不用再担心，本座说过了，到时候自然有办法。到时候，可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去杀了那降龙。18年前我就杀不了他，如今我怎么杀得了他？你有所不知，在这幽闭的18年里，本座不但治好了你的伤，还帮你增加了500年的法力。啊？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多谢魔尊，那这样我就可以灭了降龙了吗？既然青狐你这么有信心，你可以去试一试。哼，我早就想杀了他，为白狐报仇雪恨。本座只知道他在灵隐寺，至于怎么查找，你青狐自己想办法。这个魔尊放心，他就是化成了灰，我都认得。不错。小爷们小和尚，头光光，袈裟配身上，像木鱼儿敲个冰棒，念佛有爷们有烧香。忽然飘过一阵风，一股香味儿飘过墙。阿弥陀佛，是佛在啦啦啦地响。降龙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！嘿，别把那屎橛子搁我眼前行吗？你这会说话不会说话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！烟熏腊肠，闻着臭啊，吃着可香了。你闻着香，我觉得臭死了。这还叫臭啊？我给你来个正经的臭的，让你尝尝啊！香味没闻着，就闻着一股骚味了。降龙，拿命来！看清楚了。我是道济，不是降龙。你以为你换张大脸，我就认不出你来了？请注意你的措辞。你从这个角度看看，这个脸是不是小了一点？话又说回来了，脸大撞门面，怎么了？少废话，欠债还钱，毁人偿命。你要这样？哼！斗转星移，气沉丹田，乾坤骚气。别高！
小丑小计。哈哈哈！18年了，18年了，白白，我终于就要给你报仇雪恨了！什么？放个屁就想杀人，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？是啊。不是，我说你不是已经在如来那澡堂子洗过澡了吗？怎么还那么脏啊你？我还有味儿。我洗我也扛不住他那吃法啊！我。好了，怎么又是你们2个死东西？看我今天不把你们粉身碎骨！ 2个尊者在他面前，他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啊，对，给我扫！哼，那我就骚给你们看！呀！我有了这个，你们就算有再大的能耐，也杀不了我。嘿，你拦我干嘛？没看见紫金平片吗？有那东西，你去了也打不过他。所以我要去追回来呀。这样，我现在回趟西天，去找师尊讨点宝贝，好吧？哎呀，那他怎么办？他，你背回去呗。我背他。嘴上那干嘛呀？你天天挂在人身上。 现在背一会儿，很公平啊！赶紧的啊！大哥，青儿，你回来了。降龙，我青狐跟你势不两立。怎么了？连降龙你都对付不了，我要你有何用？本座这就赐你2件佛器，下次遇见降龙，休息对你有用，把你手中的紫金碎片拿出来。多谢魔天，我现在就取了降龙的筋骨。哎，青儿，你别去，你打不过降龙的。哎呀，有了魔天给的法器，有什么可怕的？ 青狐，你的小白说的对，你现在根本杀不了他，凭你现在的法力，连灵隐寺都进不去，所以杀降龙，我们要从长计议。对，从长计议。那怎么办呀？这灵隐寺是佛家圣地，你一个道行尚浅的狐妖，晚上可以带上几个时辰，可到了白天，那里的佛音佛法会让你无处藏身的。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？如果你能够隐身在一个和尚的身体里，就可以自由地进出灵隐寺，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。一个和尚？而且不能是一个真和尚。请魔尊明示。这灵隐寺的监司叫广亮，他欲望横生，为人歹毒，他便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广亮。 青狐，你要记得一点，你所有的法力都来源于魔天，你已经跟佛祖毫无干系。谨记魔尊指令。降龙，你不在人间，好好降妖除魔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怎么降妖除魔呀？法力也没了，法器也没了，连个狐狸都打不死。我要拿回我的降龙杵。降龙，
你在人间拿这个大杵，不觉得太高调了吗？不如这样吧，我跟你变化一番，也好让你顺心顺意。香龙，你快去吧，不然魔天来了，走都来不及了。多谢佛尊，多谢大士，降龙告辞。怎么沉呢？哎呦，道姐，你说你沉就算了，还这么大一坨，你体格不行啊，兄弟。大哥，不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，你让我背他，这不是玩我吗？这什么呀？这个啊，是师尊给我的法器。哎，你怎么有我没有啊？凭什么给你不给我呀？让我看看。因为你老丢东西呗。我丢东西了吗？你自己都忘了。我丢东西了？不是，我丢东西了？我丢什么？你玩我？不是我玩你，是你有点4。什么是4啊？比2更2，4嘛。小龙，你小龙，你等着！哎，道姐，这有把扇子，桃心扇，哎，像女人用的，你快看，是女人用的吧？啊，会不会是清雪给我的？哎，得了吧，你想疯了吧？你是？可能是清雪给我的。哎呀，道姐，不是你这福气太好了啊！天上掉馅饼的事总是砸在你头上。之前有个会说话的葫芦，没准这扇子现在……我人缘好，大伙都喜欢我。这扇子，要不咱试试？啊？哎，试试啊！哎，看看，哎呦，这太厉害了吧！这个，好大的威力啊！你看这鸡腿儿，哎呦，这大鸡腿能当武器使。再来，再来。哇！这比赛就破了，这太棒了啊！能不好吗？这扇子当然厉害了，这是佛祖老人家给的扇子，它能一般得了吗？哟，葫芦又说话了。要不是我，昨天你还不知道死哪儿了呢。讨厌的葫芦啊！你还敢看不起我？让你厉害，我这就找把菜刀把你劈成2个瓢！哎，不能劈，不能劈！这好歹是个会说话的葫芦，哎，没准还能值俩钱。你要把它劈成个水瓢，这不大材小用了吗？就看在毕鹏的面子上，我只饶了你了。皇上息怒，请皇上息怒，微臣用人不当。可微臣不明白，皇上为何要下密旨给一个疯和尚？臣实在不解。这是微臣不才，不能替皇上分忧。可微臣对皇上的事胆忠心，苍天可见呐。行了，别在这表忠心了。难道在皇上眼里，老臣还不如一个疯和尚？这是朕思考的问题，不存在谁比谁强的事儿。秦爱卿，我看你这是反唇相讥呀。微臣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我看你是浑身是胆。行了，既然天下人都知道了，朕命你3日之内把那印给我找出来。臣领旨。哎呀，舅舅，你说今天这事儿吧，这
都怨我呀！这都怨我呀！我这个笨蛋呢，我这不给你惹麻烦，我太笨了，我就你不劝我呀？劝你，我恨不得都打死你！今天要不是老夫在堂上拦着，你这条小命早都喂了狗了。是，怨我，但是就我，你看这主要责任呢，你只有我一半，主要是怪那个赵丽呀，她太狡猾了，你知道吗？狡猾什么？